镯子上面怎么一道裂痕啊？我看看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叶默生，我现在是要叫你叶哥哥呢，还是要叫你黑狐呢？什么黑狐白狐的？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别再给我装了，我已经全部都知道了。你跟你爹是鳌拜派在我们明珠谷的奸细。你凭什么怀疑我跟我爹是鳌拜派来的奸细啊？那日，我跟朱哥哥埋伏在鳌拜府，本来想跟踪那个奸细。开招！好汉，你再饶我一次吧！可是那个奸细的武功实在太高了，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他本可以杀了我，可他看清楚我的脸以后，却莫名其妙地放过了我。所以当时我就在想，我跟他肯定是认识的，并且有一定的情谊。后来朱哥哥告诉我，那个人是武师傅唐一手，我也就相信了。可是那时，在平西王府，金钥匙不可能在唐一手的手上。唐一手也并不是什么鳌拜的奸细。王妃，千万要沉住气。二公子，六师傅万万没有想到，吴家二公子跟王妃中了呆若木鸡散，不能动也不能说话，所以他只好撤销了解救吴家二公子的计划，从屋顶逃了出去。当他再回来的时候，却发现扮成王妃的武师傅早已毙命。六师傅说，唐一手不是他杀的，那么凶手另有其人，而这个凶手才是真正的鳌拜的奸细。当时我们知道六师傅是吴三桂的奸细，自然不会相信他说的话，包括我跟樊姐姐也选择了相信你。但是这一次，我跟朱哥哥成亲，康熙知道，并且悄悄地过来看我，我就知道我们内部肯定还有朝廷的奸细，所以六师傅根本就没有撒谎，而且武师傅根本就不是内奸，他是被真正的内奸所陷害的。那日，武师傅变成了王妃，王妃变成了武师傅，瞒过了所有的人。但是别忘了，平日里四师傅跟武师傅的关系非常好，所以你爹一定是看出了破绽，决定将计就计，把呆若木鸡散毒倒了扮成王妃的武师傅。但是六师傅还想冒险救走吴应奇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吴应奇跟王妃都被毒倒了，所以只好取消计划。而你爹，我的四师傅，就是趁这个时候下手的。你爹杀了武师傅，把自己的腰牌放在了武师傅的身上，把奸细之名栽赃给了武师傅，又把杀害武师傅的罪名嫁祸给了六师傅。小师妹，这些都只是你的猜想，你为什么宁可相信六师傅，也不愿意相信我和我爹呢？枉我爹从小最疼爱你，我更是对你一往情深，为了你，我可以连性命都不顾。没错，平日里诸多师傅当中，四师傅对我最好，你也有很多次为我出生入死，所以我一直不曾怀疑过你们。直到那日，你千里迢迢从滇都回到京城，约我出宫，说要带我私奔，因为你知道，我跟雪姐姐还有朱哥哥的身份已经暴露，而康熙已在皇宫中布下天罗地网，所以你才想引我出宫。那是因为樊师姐收到了吴应奇的飞鸽传书，所以我才能提前知道。趁他去通知大师兄的时候，我就想带你私奔。樊姐姐收到吴应奇的飞鸽传书，那是十分紧急的事情。可是当时，你的那辆马车，还有马车上的物资，显然不是仓促之间能够备好的。而当时你跟樊姐姐正在滇都执行任务，你却未奉命令，自行回了京城。小师妹，那是因为我在滇都待的时间太久，实在太想你，所以才会未奉命令私自回京。至于马车上的物资，其实我早就有带你私奔的念头，所以提前做些准备也在情理之中啊。你到现在还在骗我，
那日我们抓住了孙福，你却把他杀人灭口。莫生，那个时候，我们都以为你杀他是为了我，可是现在我才知道，你杀他，是怕他泄露朝廷中的机密。你真是把我当做偷斧子的人了。所以回想我之前所有的一言一行，全部都成了偷斧子的嫌疑。我杀孙福，那只是因为他在剧院里轻薄了你，我心生愤恨。叶默生，不止杀了孙福灭口这件事，舒婉心也是被你爹故意放走的。舒剑的女儿舒婉心，她逃走了。这舒婉心出身在官宦世家，又不会武功，她是怎么从您手中逃走的？你知道的，四师傅有些迂腐，把男女大防看得很重。她一个女孩子家要走得远远的去方便，我也不便跟着去查看。等我发现异常，赶紧去追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当时我就觉得奇怪，以你爹的能力，舒婉心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居然还能从他的手下逃走。但是后来四师傅的解释我信了。叶默生，我跟朱哥哥还有所有的人都那么相信你们父子，可是我们真的万万没有想到，你们却是朝廷的奸细，你们还杀了我师父，还嫁祸给他。小师妹，你到目前为止所说的一切，也都不过是你的猜测罢了。好，就算我说的这些没有足够的证据，那么这2封黑狐给皇上的密信，你怎么解释？叶哥哥，我们从小到大青梅竹马，彼此的字迹再熟悉不过，难道你还要告诉我，这上面的字是别人仿的吗？没想到，你居然会拿到我给皇上的密信。不错，我跟我爹就是黑狐，吴师傅是清白的，是被我爹栽赃的。你终于跟我亲口承认了。事到如今，我如果再抵赖，还有什么意义？反倒会让你看不起我。叶哥哥，你虽然亲口跟我承认了，可是从你的嘴里说出来，我的心还是阵阵的泛寒。原来你之前对我的一切，全都是虚情假意，对吗？不是的。我和我爹虽然被迫做了朝廷的奸细，可我对你的心意却无半点虚假。就好像你不得不奉命在皇上身边潜伏，难道说你对皇上的情谊也都是虚情假意吗？我跟我爹到明珠谷的时候，我才不过只有2、3岁。如果之前的事情我完全都不记得了。我从小是跟你、大师兄、雪师姐、樊师姐一起长大的，我对你们是有真真切切的真感情的。直到前年，我爹带我出去执行秘密任务，他突然告诉我，说我们不是大明臣子，是大清子嗣，说我们是鳌拜派遣的明珠谷的密探。不可能！我不相信，我们明明都是中明联盟的人，怎么可能是大清子嗣？默生，爹难道还能骗你啊？我们不姓叶，我们姓叶和那拉。叶和那拉一族是大清中赫赫有名的大族。当年我阿玛，也就是你爷爷，他犯下了死罪，鳌拜赦免了他，但却要求我伪装成大明臣子进明珠谷潜伏。我不听，我也不信，你不要再说了。孩子，等我带你见了你娘之后，
你就会明白，爹说的全是实话。你不叫叶默生，你叫叶赫那拉默生。我娘？我娘不是死在清军的手里了吗？你说这些年你心里一直挂念她，所以一直都没有再娶。那些都是我骗明珠谷人说的谎话。当年我化名叶明章进明珠谷潜伏，谷主陈胜男见我孤身一人，便要为我做媒。我也考虑到如果长期不成家会被人怀疑，我又不敢私娶汉女，我就只能说我家中已有妻子孩子，要去接妻儿一同来谷，然后就把刚出世的你带到谷中抚养。当时你娘也很舍不得你，但也无可奈何。这么说，我娘她还活着？当然，你娘是大家闺秀，不懂得伪装，容易露出破绽，就没有跟我来明珠谷潜伏，所以我就谎称你娘死在清军手中。这些年我心中放不下你娘，就不愿再娶，这样也省去了很多麻烦。最后，我爹带我回了我们在北京的家。谢祖父祖母。默生，这是你大伯、大伯母。大伯啊，大伯母。默生，这是你额娘。可算是团聚了。孩子，你都长这么高了，娘想你，娘想你呀。娘，好了，夫人啊，别哭了，我们不是好好的吗？等再过上几年，剿灭了明珠谷的乱党，我和默生就可以回来和大家团聚了。别哭了，默生，这是你表妹乌雅如意，你姑父姑母死得早，就留下这一个女儿放在我们家，由你额娘来抚养，她也算是你的亲妹妹了。见过默生哥哥。如意妹妹，啊，我和默生说两句。啊，默生，你这就算认祖归宗了，以后要随时记住自己的身份，别把自己再当做明珠谷中的乱党了。那谷里的师傅、亲友们、师兄师弟、师姐师妹们，他们都是我们的敌人。所有著名联盟的人都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，我们的任务就是有朝一日把他们一网打尽。那也包括小师妹吗？当然，默生，爹知道你喜欢一欢，可你们那是不可能的。再说了，李一欢早和朱慈轩定了亲，他心中完全没有你，你千万别白费心机了，这样会害了你自己，也会连累我们这么大一个家族。一欢，如果换做你是我，现在你爹突然跟你说，其实你们是朝廷派来的密探，要让你们把从小在明珠谷里一起长大的亲人当做不共戴天的仇人，你会怎么办？你知道我当时心里有多难过，多震惊吗？可我没得选。其实你也一样，你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一生下来就要光复大明。你在7岁那年，莫名其妙的成为了大明的太子妃。你有得选吗？什么？一欢知道你我是朝廷的奸细？他从御书房偷到了我写给皇上的密信，
没想到皇上还这么宠信他。小师妹好像跟皇上约好了，要劝降师傅们，让他们放弃光复大明，接受朝廷诏安。他还说，他会暂时为我们保守秘密。哼，易欢呢，毕竟还是个小丫头，她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朱慈轩、李定国、樊离他们，哪个不是对我们大清恨之入骨啊？怎么可能放弃光复大明，接受诏安？是啊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皇上命我从李定国身边盗走真的铜匣，我一直没找到机会。现在情形危急，你我只能孤注一掷，赶在易欢把你我身份告诉李定国之前盗走铜匣。嗯。